多倫多交通擠塞嚴重，有建議徵收道路費。多倫多踩單車女人被大貨車撞死。劉翔克服多年傷患，期望倫敦奧運再闖高峰。你好，歡迎收睇 Omni News 本地粵語新聞，我李立本。以下係新聞嘅詳細內容。多倫多嘅交通擠塞問題日益嚴重，最新民意調查顯示，超過一半受訪者贊成開徵新收費，對象係繁忙時間揸車落市區嘅司機。今個星期係安省防止罪案週，省府社區安全及懲教部長梅洛爾話，打擊罪案嘅最佳方法係防範未然。省府會同省內所有警隊確保省民生活喺一個安全嘅社區。多倫多西區朝早發生致命車禍，一個踩單車女人被大貨車撞倒死亡。一批住喺多倫多中區華埠廉租屋嘅華裔租客聲稱，新嘅租金加多咗30蚊嘅水電煤費用，令佢哋非常不滿。負責廉租屋營運嘅社區房屋公司話，並冇額外加租金，升幅只係按個別租客嘅收入調整。由謝雅琳報導。住喺呢一間社區房屋嘅租客都係長者，有7成半以上係華裔，而佢哋收到有關租金嘅信件，全部都係英文，好多時佢哋都睇唔明，又話多倫多社區房屋公司冇派人向佢哋解釋。多倫多禁食同禁售魚翅嘅爭議提升到安省人權法庭，稍後會有呢方面嘅專題報導。本節目部分係由 Lotto Max 帶俾你。呢個星期五嘅獎金估計係5000萬，再加估計2個 Max Millions。繼續我哋嘅新聞時間，安省人權法庭證實收到投訴，指多倫多市政府嘅禁止食用及售賣魚翅附例違反人權。記者周敏儀同有關嘅人士傾過，探討呢個問題。係啦，周敏儀啊，嗱，多倫多華商會同密西沙加華商會曾經話過會挑戰禁翅附例嘅，而家決定咗下一步嘅行動未呢？周敏儀。係啊，李立本嗱，咁幾個商會仲諮詢緊法律意見嘅。上個星期佢哋就曾經開會，睇下可以從邊幾方面去挑戰呢個禁翅附例。至於有人向安省人權法庭提出投訴，佢哋就話並唔知情，不過會密切留意，但係暫時就唔會作出評論。咁而我哋亦都會繼續跟進事態嘅發展。咁我喺呢度嘅報導先告一段落，將時間交翻俾你。唔該晒 Anita， 咁跟住就同阿 Alex 傾下偈啦話。嗱 Alex 啊，英格蘭公佈咗友賽西班牙同埋瑞典嘅大軍名單啊嘛嚇。冇錯啦，曼城同車路士咧各佔5個人㗎。咁啊，另外曼聯咧都有2個人入選喎。倫敦奧組亦都公佈啦，明年奧運咧，倫敦奧運嘅傳遞火炬傳遞嘅路線咧，仲有咧時間表㗎。係廣告之後，詳細為你報導。跟住落嚟同大家睇下南安省嘅天氣情況。溫莎市聽日咧係會早上有驟雨，下晝多雲嘅，最高17度。倫敦市係會多雲有驟雨，最高氣溫係16度。多倫多係大致多雲，間中有陽光，最高氣溫14度。而渥太華咧係大致天晴，間中有雲嘅，最高氣溫係12度。每年一度嘅孟嘗會籌款晚宴咧喺過去嘅週末順利舉行，出席嘅嘉賓有1000人。籌到嘅善款會用嚟支持孟嘗會3間長期護理中心同埋發展社區服務㗎。各位，今晚嘅本地新聞同天氣報導完啦，多謝收睇。我哋部分嘅新聞環節可以喺本台網站 omnitv.ca 重溫㗎。祝各位晚安。髮型設計係由 ProWave 適宜髮廊提供。又到咗社區消息嘅時間啦！如果需要查詢更多嘅社區消息，請瀏覽我哋嘅新聞網站 omninews.ca。今晚嘅社區消息報導完畢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